收到稅務局寄嚟嘅個別人士報稅表，但發現自己冇任何入息需要申報，係咪仍然需要交報稅表？點解會收到報稅表？即使大家覺得自己冇任何入息需要申報，收到報稅表嘅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幾種情況：一、過往有應課稅收入。如果你喺上一個課稅年度曾有薪俸入息，擁有全權物業嘅出租收入或者獨資經營業務嘅營業收入，而冇通知稅務局，以永久停止收取上述收入，稅務局會繼續發出報稅表。二、同配偶合併評稅。如果你喺配偶嘅報稅表內揀咗以合併方式評定薪俸稅或者以個人入息課稅方式評稅，而稅務局有資料顯示你本身可能有薪俸或者其他應課稅收入，你都會收到報稅表。三、定期覆核機制。稅務局每隔數年會向曾經評定為唔使納稅嘅人，例如擁有自住物業嘅業主，發出報稅表，以便覆核係咪仍然唔需要繳稅。使唔使交報稅表？即使你冇任何入息需要申報，你仍然必須填妥報稅表，並喺指定日期內交俾稅務局，因為稅務局需要根據你提供嘅資料，評定你係咪需要納稅。未能喺指定期限內提交報稅表，可能會導致罰款或者其他法律後果。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